再来看今年的第5号风台杜苏芮特别形成咯。气象局表示讲，今仔透早2点，菲律宾东方海面已经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预估上紧明仔载就可能会变作是风台。伊的外围环流可能会对后礼拜一开始会影响台湾，也毋过因为目前各国预测是个差真济，所以嘛爱去观察。 最近这几日啦，全台湾拢是侪云到好天，民众嘛拢把握好天气出外去行行咧。不过气象局表示，这款的好天气伫后礼拜就会开始变天。在菲律宾东方海面，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今天清晨2点新形成热带性低气压。未来的话，它有机会在明天就形成今年编号第5号台风杜苏芮。路径的话，大概会比较朝偏西的方向往吕宋岛这边行进。下周要注意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。目前风台杜苏芮若是形成了后，会行对倒位去，各国的预测拢无啥同。气象局表示，预测的走向一个无解确定，需要时间来观察。 主要的关键点要看在礼拜天到下礼拜一这段时间，太平洋高压的强度。如果说它到时的话，事实上是比较减弱的状况的话，它其实别转的分量会比较大。不过目前来讲的话，太平洋高压未来是逐渐的增强的，偏西北的方向通过吕宋岛这边几率是最高的。气象局嘛提醒民众，未来3天落雨机会无介大，水汽会渐渐减少。不过嘛是要注意过道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，部分地区高温可能嘛会升到36度。 提醒民众得要补充水分，预防掉沙。另外，恒春半岛嘛有可能会起灯影，需要特别注意。记者蔡嘉欣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